今晚一定要試呢招，你嘅瞓覺直接會好一半嘅。醒返嘅時候仲攰，你唔係壓力大，係因為能量失咗，成晚輾轉反側，腦唔停，又易醒，又發惡夢。唔係你失眠，係能量同你嘅雜氣積得太多。今日教你30秒點樣可以瞓之前淨能量啦。雙腳首先一定要踩地，然後合埋雙眼，想像一道白光由頭頂衝到腳底，沖走所有嘅煩惱、壓力同埋雜念，然後雙手放喺心口，呼氣，釋放所有不安同埋委屈，然後講一句：今日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全部淨化釋放。咁今晚試一次，瞓得會比較容易入睡噶啦，同埋發夢又會少咗，醒嘅次數又會少咗，跟住醒起身嘅時候又會發現，咦，超精神。如果大家想聽更多同埋學更多淨化能量、改善睡眠同埋提升運氣嘅話，記得 follow 我啦，我係 Candice。如果大家都鍾意我嘅頻道嘅話，請你哋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多謝，拜拜。